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！徐徐，你手机一直响。手机？谁啊？程丽吧？程丽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讲？你干嘛去？哎，你辞职了？他是你前老板，你没事儿吧？哦，对啊，3个电话，哎呀，那要以前的话，他肯定疯了。那你就给他回一个电话，但是情绪要稳定啊，别跟他们家卖身奴似的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哦，快，你过来，你帮帮我。你打吧。我打了。打吧。林寻寻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啊？我洗澡呢。你洗澡的时候不知道随身带着电话吗？洗澡带什么电话呀？难道说一个电话能损失几个亿吗？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电视投屏坏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弄。你上次给我调完之后我就用不了了，今晚上我必须要看，我不管，你必须来给我弄好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员工了，我没有必要随叫随到的。今天太晚了，要不然明天吧，明天周末，明天我帮你。喂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居然挂他电话，我挂电话了，平时不可能的。你好，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您在商业上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成就，老林还蛮上镜的嘛。您似乎很少接受采访，更别说参加综艺节目了。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来参加我们？林寻寻，林寻寻。哎，李学学，你说你是不是欠儿啊？啊，你一晚上紧张的没睡好，大早上起来还去给人修电视。哎，你怎么不顺便把卫生做了，再给人做个早餐呢？林寻寻，你真的给他做早餐啦？早餐都准备好了。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管你了，真的，你活该被他虐死。朱雀，我觉得你应该做程丽的助理。我一向认为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那也对。不是什么？你说谁是恶人？我没有说谁是恶人，我怎么是恶人了？你说，不。承诺。有何贵干啊？你的新品研发成功了。你在我身边的人消息挺快啊，怪不得给他这么好的工作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工厂我迟早要处理，我不想在这个品牌浪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。你居然下血本！
啊？搞新品研发？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只是笃定我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研究出结果而已。是的，我现在后悔对你的宽容。本来想让你尝试一下创业和失败的过程，给你交学费涨经验而已。程总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钱也花了，效果也还不错。如果不继续的话，前面花的钱就白花了。如果继续的话，您就得大力支持我了。你让麦克给我谎报军情，提前做出新产品，就是为了将我一军吧？妈，这是跟你学的。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感情用事没脑子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又生气，又有一丝欣赏我了？把这个项目的预算发给袁助理吧。那个令寻寻并没有去我给他安排的地方上班，不过你把他开了，我还蛮开心的，顺手一帮喽。你去帮我查一下令寻寻在哪个公司上班。哎，看他工作不开心，我还挺开心的。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不开心了？我觉得他工作充实，挺受重视的呀。你看他，干那些琐碎的活，谁都能指使他。被你指使和被别人指使有区别吗？我反而觉得他现在轻松多了。王栋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好歹我也是你老板啊！我好像没拿你工资啊，是免费赞助的。你是不是私底下经常跟令寻寻聊天？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工作？我觉得你迟早会想要知道。璇璇，你就跟我去嘛！金总的 party， 城里一半的青年才俊都会去的。哎呀，你就当陪我去钓个金龟婿。哎呀，我最讨厌参加什么 party 了。上次陪施少祖参加那个公司年会，哎，光化妆就一个下午，好吗？哎，对，城里不是有个特别牛的造型师吗？你请他来给我们弄弄造型，挑挑衣服，璇啊！哎，好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我打还不行吗？喂，王助理，哎，你能把城里用的那个造型师推给我吗？下周我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参加那个金总的 party。好的，我把他微信推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这是金总的 party 邀请函。我不去，替我找个理由就行了。好的。这个派对门槛确实太低，我听说令寻寻也要去。对了，金慧是主持人，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看？起码合个影，同个框，好歹应付一下大程总。太麻烦了。Hello，喂，金慧，金总的派对是你主持吗？对啊，你来吗？不去，太无聊了。知道我主持还特意打电话说你不来，绝交。哎呀，好，行了，我来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待会儿见。非得让我去，哎。干嘛呢？微笑。那我就先去后台准备了，你自己可要小心点喽，别被人生吞了。
程丽居然来了，她平时最不喜欢来这种场合的。今天来的都是些牛鬼蛇神。哼。哎，你猜我看见谁了？谁啊？走，过一会儿的。哎，你别挑事儿，不然我走了。那你自己躲着点啊。哎呀，我也想躲了。哎，周全，哎，我刚才就冲你招手，你都没看见我，太过分了。是吗？哈瑞克，您走在那边。啊 ，OK。你好，我是汇总的助理安娜。你好。那个，我先去应酬一下，等一下一起吃宵夜。好呀。你们怎么没带男伴来啊？太可惜了。我的本事是带男伴走。适配一下。哇，电光火石，仿佛两位高手在过招哎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。嗨。哎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们去那边聊聊啊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刚。真的好久不见啦。学学，学学，学学，叶学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程总，你，这是我跟他的私事，你闭嘴。陶总监，可以和你的朋友回避一下吗？这是私事儿，我无权干涉。你要想让我帮你，你就告诉我他是谁。他是我的前夫和他的新女朋友，你别管了，我已经很尴尬了。让我叫你姐姐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别以为你是我妈的私生女就能拿到一半的财产，我才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。美城集团，你想都不要想。程丽，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害我？当然是帮你了。没看到你浑身上下闪现着富婆光环吗？程丽对你挺好的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们先走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行了，别装了，都走了。快谢谢我。谢谢你，英雄救美。我是英雄没错，你是不是美女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刚刚简直是一出狗血剧。一般的偶像剧呢，都是我这个时候飞身上前把你给搂住，然后就说你是我霸道总裁的女人。但这种桥段太没意思了。与其做一个霸道总裁的女人，还不如直接做一个霸道总裁，那样才显得霸气十足嘛。哎，这个程丽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么拙劣的谎言。是啊，他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石少祖结婚那么多年，又是青梅竹马的，突然说我是私生女，这不是太扯了吗？那石少祖什么反应？他知道程丽的身份，就一直跟我说程丽对我挺好的。不过他身边那个逃兵一直在问我说我跟程丽的关系。那程丽的目的达到了呀，应该给他加点鸡腿。我想想，我最近要不然多帮他看几本合同。你们当程丽傻呀？就是跟你们闹着玩呢。他太清楚，只要他站在那里又帅又多金的，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，都是在帮你撑场面。
我跟你说，这个中年男人最怕就是无趣。你说这么坦白干嘛呢？你就不能留点空间给我们想象一下吗？哎，我收回那个我之前说不喜欢他这种类型的话啊，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，感觉非常的鲜嫩可口。作为你最好的朋友的我，支持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们俩刚在外面待那么久，就没聊点别的？有没有让你回去上班？金慧在下面祝词，你不过去吗？不去，无聊。自己女朋友熠熠生辉的时候，居然觉得无聊，也不知道金慧怎么忍受你的。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没有女朋友，金慧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嘿，走神儿了。没有，没有让我回去。许萱，本来我是挺想追你的，可我怎么感觉好像成立成了我的情敌呀？哎呀，他这不是也没说什么吗？你还是有希望的。是吗？你们俩就别闹了，有本事你们好给我看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生气了吧？你惹的？怪你，我你起的头。喝酒，喝酒，来。你今天到哪去了？在阳台上喝酒，太无聊了。那是你助理吧？我家备用电源坏了，能帮我看看吗？网动过5分钟之后来接你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新款包包随便选啊。我会差你那几个包。程丽，你今天走了我们10几年的友谊就到此结束了？喂，我跟你绝交啊！没停电，但是备用电源坏了，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，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程丽对令寻寻是认真的吗？不知道。你们俩天天在一起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但你们在国外那么久，也没见你比我更了解他。听说你辞职了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想过自己的生活。哎，如果喜欢，查了一下，线路没问题啊。哦。我可以去阁楼看看吗？
介意陪我喝2杯吗？你不怕我喝多了又……我会赶你走的。你应该不会再赶我第2次了吧？我发现我妈给你安排了工作，以为你经不起利益的诱惑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出卖我一把。大程总给我安排工作，什么时候？就那个什么社区服务的 APP 开发。那个是大程总安排的吗？不对啊，这不合理啊！但是，他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以前他要强，所以总是跟自己较劲。然后你一旦达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个样子，你就会盲目的自卑，否定自己。其实，对于关心你的人来说，你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很多。谢谢你。不过，作为关心你的人，我倒是想问一下，你那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但是如果要是你不想回答的话，你也可以不回答。出国前出了点事故，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然后就落下了病根。那你身边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都没有人跟你讲吗？可能都怕刺激到我吧，所以没有人说过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不是中学同学吗？你可以帮我去打听打听我在学校的事情，说不定我能想起什么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福尔摩斯寻寻。好，福尔摩斯寻寻，我想要你回来工作，可以吗？你还相信我吗？你自始至终又没有骗过我。其实我允许身边的人犯错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欺骗。如果骗我，一票否决。那你就给我涨工资，2倍。不行，涨3倍。嘘，嘘。喂，你朋友在我家喝多了，睡得跟猪一样，今晚不回去了。真是好上啦？
我的手印，你可以拿去鉴定啊，你也不能强买强卖吧？这是你自己自愿的。福尔摩斯寻寻，我想要你回来工作，可以吗？那你就给我涨工资，2倍。不行，涨3倍。降薪20%。程丽，你这个骗子！你确定要回去？寻寻，你到底想没想过你将来要做什么？你不能一辈子给他当助理吧？那程丽给过你任何职业规划吗？我只是本能的觉得，程丽可能需要我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有什么资格谈喜欢不喜欢的？我都快30了，要是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话，我都会看不起我自己。你怎么总是习惯性的自我贬低呢？你是以前太要强，所以总是跟自己较劲。一旦达不到自己的理想，你就会盲目的自卑，否定自己。我就是不想让自己变得不切实际，不想让自己变得可笑。那你就不该回去。如果你要是喜欢他，想要有所发展，那就应该独立出来，以一个独立优秀的女性身份站他面前。但你如果不喜欢他，那就是份工作，你就要跟他谈条件，总是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，你这是自降身价。我不喜欢他，我也不能喜欢他。你能管得了自己的心，也管得了他的心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呢？啊！谢谢你们！恭喜寻寻2进宫！滚！谢谢你们！你摇什么头？说一说吧，你的立场。我当然是希望我们家寻寻能幸福啊，可程丽对寻寻的感情，明显就不是老板对下属嘛。但是我不了解他呀。如果他要是真心爱寻寻，那我们家寻寻嫁入豪门，我半夜都会笑醒的。那他万一要是玩玩呢？我觉得寻寻有点上心，我就是担心他在受打击嘛。这是寻寻人生必经的一部分啊。今天如果不是程丽，而是其他的男人，也一样啊。总不可能不了解就不爱吧？人不就是应该要慢慢相处，然后慢慢了解吗？有时候太了解，反而才不敢爱吧。今天先这样吧。下面这些细节呢，
下次再说吧。散会。哎，雪雪。晚上一起喝酒吧，我心情不好。我们公司女员工不负责陪甲方喝酒，请你自重。哎呀，程总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要把场面弄得那么尴尬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有事情要找寻寻聊一聊，你不会连员工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吧？哎，是周全吗？老板，要不你放我个假吧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走走走。哎，这么巧啊，在这儿也能遇到。一起喝酒啊！好啊。周全，快来救场！各种尴尬，我都快哭了。这两个男人决斗争女人的戏码，我才不去给你们当配角。许轩，改天我们单约吧。你周末不上班对吧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那我去你家。我不喜欢不熟的人来我家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你等代驾吧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得送你回家呢。你喝多了干什么？他就是喝多了。霍一旺，如果再这样，我就跟他毁约。你这个约毁的也太轻易了吧？我这是保护我们公司女员工不被性骚扰。我能让 Peter 滚蛋，也能让他滚蛋。Peter， 你知道 Peter 骚扰我的事情？我的意思是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。我能感觉到程立的温度，能感觉到他因为紧张而潮湿的手心。我甚至幻想过他吻我，这一刻，我想要握住他。轩轩，你当然可以追求所爱，你不比任何人差。但是现在在我看来，就好像你面前摆了一个巧克力熔岩蛋糕。它看上去、闻上去都香甜可口，无比诱人。但是这个熔岩蛋糕，它温度太高了，你一不小心就会被融化掉。